大家好，又嚟到股票新手班嘅時候，今集咧亦都係想分享一個最近嘅操作。之前有段影片講解過點樣去制定支持同埋阻力，同樣都係今集亦都會利用咗支持，再加上市場恐慌情緒，喺阿里巴巴跌得最犀利、最多壞消息嘅時間撈底，然後喺2日之內食糊獲利55,000蚊港幣故事。呢個睇落去好似好大膽、好驚險嘅操作，實際上只要根據4大步驟謹慎咁執行，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嘅。片尾亦都會分析一下騰訊、阿里巴巴、美團呢啲遭受反壟斷法打擊嘅公司未來前景係點樣？依家值唔值得買入呢？有興趣了解嘅朋友記得睇到片尾啦。喺開始之前順帶一提，Data Louder教學不同於坊間嘅紙上談兵，我哋着重於投資上嘅實戰效果。如果想支持我哋就 Like、Share、Subscribe， 有任何唔明白嘅地方都可以隨便留言，我哋都會詳盡咁解答。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全城槍膽、市場最恐慌情況下嘅撈底故事。要做到呢個撈底操作，個人認為要有4個步驟。第一，對象要係優質股；第二，已經識得並且熟習點樣去制定支持位；第三，優質股嘅股價下跌要配合壞消息；第四，我哋就要採取分注買入。先講解第一點，點解我哋要揀選優質股呢？因為任何嘅交易策略都係有失敗嘅風險嘅，而喺今次嘅撈底操作之中，失敗就意味住好可能係短炒變長揸，因為我哋已經打算以我哋認為最低嘅位置買入。如果咁樣搏反彈都失敗嘅話，我哋就好難喺更加低嘅位置沽出，因為越低就會越平，喺長期持有角度就會越值博，所以揀選優質股就係非常之重要。就好似阿里巴巴9988咁，雖然最近佢壞消息接2連3，但喺咁壞嘅消息情況之下，喺上年嘅12月28號，阿里巴巴跌到最深嘅位置207蚊，其實比起2020年嘅年初都係207蚊，係非常之接近。即係話阿里巴巴喺抵受住咁多壞消息、巨大嘅沽壓拋售情況底下，都只係蒸發咗過去1年嘅升幅，而唔係創下上市以嚟嘅歷史新低。咁呢啲股份優質程度就比起匯豐005喺上年跌極都冇底，又或者最近嘅中海外發展688，最近嘅股價跌勢係創下咗8年嘅歷史新低。喺第一個步驟選擇優質股，我哋千祈唔可以選擇呢啲股份。我哋目標訂立咗去優質股之後，嚟到第二個步驟，又或者講係第二個條件，我哋對呢啲股份呢，事先係有一定嘅了解同埋認識，最好曾經買賣過、投資過，好似阿里巴巴咁。我諗過去1年都唔少人或多或少都接觸過啩，唔知道佢有雲業務，至少都知道佢係做網購噶啦，亦都知道佢係新經濟股，實力都好雄厚嘅。第一同第二個條件加埋個背景就係，我哋對呢啲公司已經知道佢係優質股，有一定嘅了解，而唔係人云亦云，突然之間有個朋友同你講呢隻股份跌得好勁，可以撈底啦。然之後我哋就走去撈底，呢個係非常之危險情況嘅。喺呢度我哋撈底嘅情況就係，我哋已經知道呢隻優質股，我哋平時有研究有分析嘅，突然之間遭受到壞消息嘅打擊，然之後跌咗好多，於是發現到機會啦。唔單止係咁，第二個步驟我哋都係喺呢隻股份未跌落嚟之前，譬如阿里巴巴仲喺250蚊嘅位置，譬如呢個位置，我哋已經訂立咗，假如佢跌落去嘅話，我哋係以咩嘅支持位買入？呢一點呢，其實喺上一段講解支持同阻力嘅片都有講解清楚。早喺大跌1個月之前，我哋已經定咗2個支持位。由於阿里巴巴本身已經係弱勢，我哋就可以選擇一個比較低嘅支持位224蚊。所以當阿里巴巴跌穿224蚊嗰下，其實我哋已經可以開始我哋嘅撈底步驟。咁講到呢度，我哋已經有一隻我哋好熟悉嘅優質股，訂立咗一啲支持位，然之後喺一個突如其來嘅日子，一個低開已經跌穿晒本身訂立嘅支持位。喺呢個時候，我哋就嚟到我哋第3步驟。一個全城恐慌、專家看淡嘅時機，喺12月24號至到19號呢3日，阿里巴巴嘅波幅非常之大。同一時間，如果我哋睇新聞嘅話，又或者我哋碌下 Facebook、睇下 YouTube， 都可能見到好多關於阿里巴巴嘅消息。我哋喺 Google 揾翻當時阿里嘅新聞，會見到海量阿里巴巴嘅壞消息，而有關於阿里巴巴嘅分析都係一面倒咁唱淡嘅。個人就好深刻印象，喺12月28號收完市之後嘅夜晚，打開 Facebook、YouTube 或者一啲財經嘅媒體，一篇關於阿里巴巴嘅好消息或者看好嘅分析，一篇也沒有。咁喺呢個時候就符合咗我哋嘅第3個步驟，配合壞消息全城看淡。當然啦，呢啲唱淡嘅分析、專家嘅評論唔一定係錯嘅，只不過呢啲分析
同一時間喺阿里巴巴最波動嘅時候出現，就會好容易造成市場恐慌心理，導致股價出現短時間嘅 oversell， 一個超賣嘅情況。而出現 oversell 之後，往往都係一個急劇嘅反彈，造就咗我哋短時間獲利嘅機會。講到呢度，我哋嘅步驟就係我哋睇到已經一個好好嘅股票跌穿咗一個我哋想買入嘅支持位，更加配合咗壞消息一面倒嘅看淡情緒，我哋就可以嚟到我哋第4個步驟，制定交易策略，分注買入。我哋事後睇翻呢一日10月28號，當然會見到哇，真係一個恐慌嘅情緒。但係我哋設身處地翻去12月28號呢一日，其實我哋都好容易俾呢個情緒影響嘅。咁一啲經驗比較淺嘅朋友仔咧，佢哋喺第4個步驟制定交易策略，經常會將買入嘅價位定得太低。例如當時就好多人將買入價位撈底嘅價位定喺200蚊。第二樣，新手嘅朋友仔亦都唔識得分注，制定咗買入嘅位置喺200蚊，就真係等到200蚊先肯買入，而唔係喺股價當接近200蚊嘅時候已經開始分注買入。其實分注買入、分注賣出喺投資上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習慣。基本上所有老練嘅基金經理又或者全職交易員都會利用分注買入賣出去分散操作風險，長遠就可以提高回報嘅穩定性。所以分注買入賣出唔單止係喺呢個撈底個案之上可以用到，喺日常嘅大大小小操作都應該嘗試盡量分注。咁喺呢個例子上面，我哋分注又應該制定啲咩位置去逐步買入呢？個人喺當時第一個買入嘅位置就係10月29號開市價216個2，係喺一開始第二個步驟定落嚟嘅支持位224蚊，因應情況將佢推低到216蚊。當時我並唔知道原來買一注股價已經迅速反彈。假如當時股價係冇迅速反彈，反而係繼續跌落嚟嘅話呢，個人就會喺接近203蚊呢個位置買入第二注，因為200蚊呢個整數關口就係一個好強力嘅支持，我哋就喺呢個支持位推高少少203蚊，希望買入第二注嘅股份。第三注個人就會定起194蚊。呢3注嘅分注買入其實因人而異，每個人分注買入嘅距離都唔同，或者使用嘅支持位置都唔同。要注意，我哋呢度用分注買入，唔係因為我哋想買到最低位，而係正正因為我哋根本唔知道幾時先係最低位，所以先採取分注買入。所以究竟定起194蚊、191蚊，定係187蚊呢？個人都認為呢啲問題並唔係太重要。喺股價波動範圍咁大嘅情況之下，多1蚊少1蚊，到大機會率都差唔多。故事最後充足嘅準備之下，阿里巴巴撈咗一注嘅反彈啦，然後喺2日內迅速食糊，賺緊8.6%。眼利嘅朋友仔其實可能留意到，一開始交易記錄 ATM、阿里巴巴、騰訊、美團，我都係有撈底嘅，但係騰訊撈嘅注碼就多好多。呢個其實係因為第一個步驟嘅問題，我哋要有一個熟悉嘅優質股，而呢3隻股份之中個人最熟悉、買賣過最多次就係騰訊控股700，所以個人用嘅注碼都會比較多。因為就算呢個撈底行動失敗都好，我都有信心長期持有呢隻股份嘅。甚至乎騰訊控股700嘅撈底動作係早就開始咗。喺10月24號，其實個人已經買入第一注。喺講解支持同阻力嗰段片，個人喺好早嘅時間已經將佢嘅支持位定喺562蚊。所以當時10月24號騰訊跌穿咗562蚊，收盤價再腰低到556蚊嘅時候，個人已經買入第一注啦。之後制定買入嘅第二注就係530蚊，第三注就係497蚊。最終結果騰訊撈咗2注已經開始反彈啦，亦都係2日之內迅速食糊。而美團亦都係10月29號開市價265蚊買入，2日內迅速食糊啦。當然啦，經驗比較少嘅朋友仔建議用嘅注碼唔需要太多，第一次操作唔好期待賺取太多嘅回報，賺到嘅經驗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寶貴啦。咁影片嘅最後，如果朋友仔錯過咗低位買入 ATM 呢3隻股份，應該點算呢？喺咁多壞消息嘅情況之下，未來呢3隻股份仲值唔值得持有呢？雖然最近嘅壞消息對於呢啲公司嘅業務喺長遠上面有一定程度影響，但係反壟斷法或者美國制裁呢啲因素都係一啲外來嘅影響，而唔係公司本身嘅業務架構管理層出現咗問題。不論騰訊、阿里巴巴定係美團，佢哋公司嘅核心價值都係冇受到動搖嘅，喺長遠發展依然好健康。甚至乎呢啲壞消息已經幫我哋將呢啲公司嘅泡沫擠走。特別係阿里巴巴經過接二連三嘅壞消息，股價可以話唔存在任何嘅泡沫，喺長線嘅角度就展現咗一個值得吸納嘅低估價值。個人就喺220蚊呢個水平沽出股份嘅認沽期權，即係話同沽空嘅朋友做對家。
收咗空軍嘅籌碼。如果股份真係繼續大跌，就要賠翻啲籌碼俾呢啲空軍啦。認沽期權係啲乜嘢呢？我哋有時間會再做一個影片同大家講解。今集講到呢度先，就係一個免費嘅入門班，咁就會教大家3樣嘢。咁啊，如果大家想有興趣嘅話咧，畫面呢個 QR code description box 亦都有個連結嘅，可以撳翻。咁介紹翻自己，我自己係一個全職嘅投資者啦，亦都係個有本財經書啦，係叫做圖表都是騙人的啦。然之後亦都創立咗我哋呢個平台啦，亦都係投資比賽冠軍。咁就經常去旅行啦，因為投資帶俾我哋好多自由啦。咁啊，公開倉嘅成績贏230%，賺150萬啦。咁亦都教過超過400個學生，去幫助佢哋達到呢個財富上面嘅改善同埋一個穩定嘅回報。咁就亦都有好多學生啦，咁啊就上咗我哋課程之後咧，得到好大改善之後，都 send 翻啲圖話俾我哋聽啊，即係叫做賺翻學費不特止，亦都建構咗一個長遠嘅投資嘅方法。咁啊，如果大家想學識呢一套嘅話，記得就 scan 翻畫面上面嘅 QR code，description box 亦都有連結嘅。